向前较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14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日本政府伫昨昏决定2年后要甲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大海，结果当地居民甲渔民拢强烈反对。颠倒美国政府是支持日本政府，讲因的决策透明，嘛讲废水若有下国际标准就无问题。也毋过中国是批评日本无负责任，若南韩嘛对日本政府做出这款决定感觉真遗憾。トリチウムの濃度を国内の規制基準の40分の1、WHO の定める飲料水の基準の7分の1まで低下させます。さらに IAEA など第三者の目も入れて高い透明性で監視をします。对这件代志，美国国务院发出新闻稿表示，日本面临真特别佮充满挑战的局势，肯定伊的决策过程公开，采用符合国际公认的核安标准。也毋过，中国外交部是批评这种的做法真无负责任，会损害到周围国家人民的利益。但是南韩政府是表达强烈的遗憾。 우선 정부는 일본 정부의 후쿠시마 원전 오염수 해양 방출 결정에 대해 강한 유감을 표하며 우리 국민의 안전을 최우선 원칙으로 하여 필요한 모든 조치를 다해 나가겠습니다. 10年前，当日本大地震致使到福岛核灾，福岛第一核电厂不断产生的放射性垃圾水，日本媒体是报道，东京电力公司预估，这垃圾水吐槽的用量上紧到明年热天达到尽崩。这个排放计划预定上紧2022年开始，差不多伫30年后完成。记者综合报道。 日本政府决定要把核废水排入大海，咱台湾的原能会嘛表示遗憾。咱外交部有强调讲，咱捌向日本政府表达过几落摆，呼吁因爱重视台湾渔民的权益。宜兰的渔民嘛批评讲，日本是一个大国家，哪会安尼生做？这是唔对的代志。大海是看茫茫，会损害济渔民的权益。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要甲有加放射性物质产的废水漏入去大海进前，日本台湾交流协会要去原能会说明。原能会迄当阵甲日本讲，朝野的立委甲民间团体是拢真关注这个案件，因甲民众同齐表达反对的立场，对日本落尾做出这个决定，因是表示真遗憾。 基于今天日本阁僚会议已经正式做成决定，然后我们原能会表达遗憾。 相对原能会态度真明确，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指出，已经甲环保团体甲专家的建议转予日本，要求日本都要以多元的意见。我们已经多次的向日方表达关切，并且吁请日本要务必重视台湾的权益。国内环保团体之前已经几啊届表达强烈反对的立场，批评负面的影响是真大，有甲几啊10年的时间。绿色和平是谴责这个行为会伤害到日本甲附近地区民众的人权，嘛无认为讲日本政府已经把这个有放射性的废水处理好势，呼吁日本应该优先放伫目前的所在，反对把这个放射性的废水漏入去海里。记者综合报道。 上新的消息，咱来关心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美国总统拜登讲要派前联邦参议员陶德，也个政府国务卿阿米塔吉、甲斯坦伯格，要组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咱台湾拜会台湾的高层官员。白宫的声明是写讲，美国甲咱台湾庆祝台湾关系法42周年，派这团非官方的代表团来咱台湾，是要用行动证明美国对台湾甲台湾民主的承诺。代表团的这个头人，拢是咱台湾长期的好朋友。这抓来会甲咱台湾的高层官员见面，嘛会遵守美国政府长期以来拢甲咱台湾两大党保持 好朋友的传统，其中政府国务卿阿米塔吉伫2019年时就捌来过咱台湾访问。来关心香港政府昨昏公布新选制的草案，未来若讲是香港人鼓励民众、鼓励政人用无爱投票，也是当废票，也是交白票这款方式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安尼拢爱食罪。 上悬会封判3年的有期徒刑。那立法会的选举，即马确定被改到今年的12月19来举行。中国人大常委会3月推动修改香港选举制度草案，确保爱国者治港。有港人号召民众伫新选制之下，以卖投票、投废票，或者是抗白票这方式表达不满。
有真侪人支持港府要对切13公布自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条例草案当中，认定鼓吹他人卖投票到抗白票或者是废票已經違法。並非話我哋嗰個對嗰個冇信心喺個今次嘅選舉個投票嘅情況，主要都係因為咧既然而家社會上面咧係有呢種咁樣嘅似乎有咁嘅情況啦嚇，亦都有人喺度嘗試咧係作出呢啲咁嘅煽惑咁嘅行為咧，所以我哋針對性咧係作出呢方面嗰個咁嘅法例嘅修訂。鼓吹行為當中，若公開報上影片、掛布條啊、發傳單、電郵，攏是違法，相關應判刑3年。另外，故意妨害或是阻止另外一個人佇選舉當中投票，也認定是違法。草案會提交予香港立法會第14個特別會議當中首讀。上大改變是立法會選舉嘅選區劃分，原定去年舉行嘅香港立法會也要改做12月19舉行。有記者問到，香港是毋是將投票率關鍵看作是民意指票，林鄭回應免以一場選舉嘅投票率決定選舉是唔是成功。每一場嘅公共選舉有幾多選民出嚟投票咧，係受好多因素影響嘅嚇。唔應該簡易咁認為咧投票率高咧就係一場公平公正或者係成功嘅選舉。事實上咩叫成功嘅選舉對因人而異啦。港府喺去年10月實施禁和平法，目前正咧服刑嘅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一個社運人士高思瑤，當年參加反禁和平法遊行，被指控參加無經過批准嘅集結。黃之鋒之前已經認罪13，法院宣判執教4個月，高思瑤是5個月。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天氣，今仔日北部、東北部天氣轉涼。若輕度風颱疏離子已經形成，對咱台灣無直接的影響。咱來看溫度。今仔日咱受東北季風影響，北台灣規工較涼，不時會落雨。高溫60度，只剩18度至20度。拜4拜5，華南中間雲系會通過咱台灣，所以桃園以北宜蘭嘛會較濕較涼。拜6開始，水氣才會減少。若今年第2號嘅風颱疏離子，佇今仔日半暝2點嘅時已經形成。氣象局是預測講，強度會達到中度風颱，上wat近咱台灣嘅時間是後禮拜1到後禮拜2，對咱台灣無直接嘅影響。顛倒是因為風颱來，水氣會減，對解除中南部可汗嘛無幫助。咱台灣目前欠水嚴重，全台灣各地頭嘅水庫水位直直降。根據水利署嘅統計，李溪潭、德基水庫脫水量都無到10%。嚴格氣象局長鄭明典是表示，咱台灣5月中有機會會落黃霜雨，希望會當解除可汗。水位持續降，加規個沙埔攏現出來，閣會當看到一坑一坑。這個所在是高雄的丁清湖，因為真久無落雨，規個大殼甲發臭。這一陣子就水比較少一點啦。以前我們住鳳山嘛，好幾年前有一次是去附近的那個地下水啊拿水。因為欠水嚴重，又那河石門水庫水位一直降，唔但影響到民生用水，阿武坪碼頭對岸的強武島居民也受到衝擊。平常時出外攏愛挖靠船的因，即馬因為積沙，水路根本未通啊。我加落去就這都沒當過啊，我沒當過啊。可能再2天吧，再2天就沒辦法清了。啊，沒辦法進船，沒辦法過，都是泥巴。他們江湖島都要從後山走到半個小時、1個小時吧。所以時間差很多。不然這邊過去差不多5分鐘就到了。經過水利署最新的統計，截至13下晡4點，石門水庫脫水率敢若剩30.2%，寶山第2水庫、嘉明第水庫的脫水率嘛敢若剩7.6%甲10.2%，中南部的水庫佫較是持續降低。李溪潭、德基水庫的脫水率較無10%，南部的閘門水庫嘛敢若剩11.6%。在欠水嚴重的情況下，未少人毋望梅雨。氣象局長鄭明典分析講，為過去的全台灣降雨季節統計，就會當看出南部的大季達到半年，春雨也無明顯，所以梅雨就變做大季了後，享受期待資源。台中市佇每年10月了後，雨量都無偌濟，所以呢做減少春雨，等於是大季為4個月延長到6個月。我們現在看到就是台中、苗栗、新竹，甚至包括一部分桃園，因為春雨蠻明顯的少了哈，所以這幾個地方在春季的末期啊，因為少了這些雨，所以感受就會比較明顯。
伫缅甸表示，为去年开始，台湾都无真明显的风台雨，而这为从新的梅雨预测指标图来看，台湾5月中左右落梅雨的机会也是有淡薄仔希望。不过，即马预测也有一段时间，也有待观察。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科花打扫地头传出火烧山，消防队要拍火，即嘛找无水。各地方政府拢拍拼咧找水，亲像是森林，除了消防栓、湖、水池啊、溪池啊，即嘛连大楼的脱水池嘛拢已经列管。中华沿海即嘛拍算要引海水来拍火，另外成本较悬、较省水的化学炮这款拍火车出动的机会即嘛加真多。来关心《苹果日报》，台北市府的公务员阁逼出受污洗防约谈，北投高级厝的建案用民事院的明德会馆，2015年咧起的时，建商参像是透过白手套，用建管处的4个公务人员污洗10多万，互建管处一天内就合法使用执照，嘛对违建当作罚款。台北地检署昨昏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约谈8个人到案去说明。来关心《中国时报》。埃及经济法院裁定扣押中型海军大只货轮“中苏号”，一直到船头家$9亿美金的赔偿才放船。“中苏号”是伫顶个月靠搭伫苏伊士运河，造成全世界大塌船塌6天，赔偿金额包括拖船也个塌运河这损失拢算在内。A日风社扩大注射，县市首长拜的时，真侪人拢带头去注，不过效果哪亲像有限。昨干那增加1000多人去注射，并无介济。若双北的2个市长注射了后，拢表示因的身体好好，无啥问题。不过伫台中市有几名官员注射了后，身体感觉无爽快，有发烧，阁有人请假。国内新冠 AZ 疫苗开始注已经3礼拜，医护人员注的意愿无大。几个县市首长拜伊带头注疫苗，希望会当鼓舞大家来注预防针。相关的市长拢表示，疫苗注了，目前身体状况无问题。也没有说好不好啊？还可以上班呢。昨天打完以后，我还是继续打，到家也相信那一切都好。台中市长罗秀燕回应讲，伊的精神真好，不过部分的官员注了感觉身体无啥爽快，亲像社会局长彭怀珍发烧请假，经发局长张宏源、甲环保局长陈宏毅等人是感觉身体无啥爽快，不过也会当上班。绝大部分首长都反映说，他们有发烧、发冷，或者是酸痛或者是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不过首长带头注疫苗，哪像无鼓舞到大家的感觉。12扩大开放中央甲地方防疫人员，还佫有高接触风险工作者通注，嘛敢若增加1181个人来注尔。目前累计有25882个人有注疫苗，不良反应的通报增加15件，其中有2件是疑似严重不良的事件。一个是20几岁的女性，是在接种后有发烧、头晕、头痛，那目前症状已缓解并出院。那另外一例是20几岁的男性是接种后有头痛、疲倦，那目前症状也是已经缓解。指挥中心强调讲，扩大注疫苗的2个族群，需要地方卫生局来斗3工。目前当地的修改网页，包括医疗院所的清单、注文的连结等等，这2工拢会做改善，希望会当提升注文要注疫苗的效率。另外，嘛会加强宣导注疫苗，观察注疫苗的比率，若有必要的时阵，会阁开放其他优先注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头烧烧背冷冷，除了头一团人甜一甜，也过后壁是冷冷清清。4月17要出团的这团，敢若2个人报名尔，所以华航已经宣布讲要取消这班飞机。就惊尾啊，规个旅游气泡拢消放去。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即马要来放令回国了后的防疫措施，改用自主健康管理就会使。也毋过相关的检验同款爱做，伫今仔日会公布细节。特别旅游人无济，主要是大部分民众游玩烦恼疫情，加上回国了后，还佫有严格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规定，互人毋敢去。旅游业者认为，应该比较外岛航班检疫标准，若无，最后可能是人愈来愈少。对外界认为，登来台湾了后，5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相过严格。指挥中心透露，要计划放令无排除去掉5天加强版的自主健康管理，全部回归14天一般的自主健康管理。不过相关的检验也是爱有。
5天的加强自主健康管理正在评估是转为一般的自主管理。前5天的加强版，你又要1人1室，你也不能大众运输，其实对很多人来讲是不方便。但你松绑了，参团的意愿会大幅增加哦。旅游业者表示，有不少人要咧等，佮透露5、6月团甚至休热团成本都真悬。只要别流旅游无传出疫情，佮加上放松回国检验的规定，特别旅游参加的人数依然有机会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伙关心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即马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有295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062例。中国嘅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5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200万例，印度超过1368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35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39万例，伫法国已经超过516万例。镜头来美国联邦卫生中心是发表声明，建议暂停止交生的新型冠状病毒预防射，因为伊嘛发现讲会产生肺角，已经有6例脱血路的案例。专家是表示，这比例虽然无悬，也毋过爱搁观察。白宫是强调，就算无交生的预防射，美国做预防射的计划嘛未受影响。防护这注射中心正常运作，已经未少人听讲。美国疾管中心 CDC 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联合声明，建议暂时卖注交生疫苗。I look at a number like 6 and 6.8 million, and that's less than 1 in a million. I decided to take the Pfizer because it was available to me. I did not see Johnson & Johnson available. 声明指出，因咧调查6个注疫苗了后发生血管塌掉的罕见案例，是50岁以下女性伫注疫苗了后6到13天出现症状。甲12美国注超过680万剂交生疫苗，其中大部分无出现副作用，有人是小可副作用。One case was fatal, and one patient is in critical condition. We don't have a definitive cause, but the probable cause that we believe may be involved here that we can speculate is a similar mechanism that may be going on with the other adenoviral vectored vaccine. The person being vaccinated makes an immune response potentially that actually involves their own platelets or other parts of the coagulation system and can cause this problem. 交生表示已经注意到这案例，毋过甲疫苗之间的关系还未确认。目前部分美国家、意大利、加拿大疫苗陆续到货，拢表示会密切监控。南非甲美国真济州已经宣布暂时卖注。总统拜登是要减轻民众对疫苗的疑虑，表示血管塌掉问题是联邦检视的重点。佮讲美国目前确保有6亿剂的莫德纳甲辉瑞疫苗一定有够注。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6亿穆斯林当地进行在戒月。真侪国家的清真寺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嘛有加条件开放予穆斯林入去礼拜。另外，英国政府是宣布对4月12日开始大条件解除封锁，伊要重新启动经济活动。亲像即马伦敦的酒吧、餐厅、街仔路，拢已经出现出门行大的人阵。全球16亿穆斯林伫新冠肺炎影响之下，第2摆进入在戒月。去年因为疫情限制，印尼所有清真寺被判关起来，毋过今年开放予部分穆斯林入场，伫挂喙安甲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形之下做礼拜。Kita terus bertawadu, berdoa kepada Allah untuk segera COVID ini berakhir dan tahun-tahun berikutnya nanti kita bisa sholat berjamaah lagi di Istiqlal secara lebih menyeluruh gitu. 为避免5月开赛的庆祝活动造成疫情拖开，印尼当局已经下令禁止国内海陆空旅游。防疫优先的政策之下，伫在戒月期间做疫苗无算破戒，甚至特别为穆斯林公民准备夜间疫苗，加速做的速度。
辽镇麦加天房是穆斯林14人当中上神圣的公区，平均每年拢会至少吸200万穆斯林在戒月期间去沙特阿拉伯。不过，伫今年就驻还2期疫苗穆斯林，伫登录个人健康资料摕到许可的号码了后，才按特定时间进入麦加大清真寺。 2,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ake your seats. Have your first drinks. 半暝12點一到，酒吧迎接人客上門。伫英國感覺親像是另外一個世界，因為政府宣布自12開始，全英格蘭有條件解封，鐵頭毛店、豪華餐廳、甲酒吧重新營業，第一路攏是世界的人。How long have you guys been on? A year. Almost a year, yeah. Almost a year. We did meet up last summer for I think it was a day. When we were allowed. Just Johnson and so it's so nice to be back together again and be able to enjoy some close memories and yeah. 解封也互真侪家庭用重新团圆。那所来去疫情无搁摊开，上紧的第1月17第3阶段解封。公司新闻王碧文朋友。美国布鲁克林中心有一个查某警察，甲枪当作是电击枪，直接开枪弹死一个20岁非洲裔的查甫人。这件代志是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上街头抗议，即马有2大城市宣布紧急状态，实施宵禁。美国明尼苏达州11个传出有非裔的民众去互警察攻击死亡的案件，布鲁克林中心区一个查某警察波特，那像是无细字，甲枪当作是电击枪，直接甲20岁非裔的男性莱特弹死。这个莱特是当场死亡。根据警方的声明，莱特因为交通违规，去互警察抓落来，后来发现伊去用通缉，所以警察要甲伊逮捕归案。That is part of the officer's training prior to deploying a taser, which is a less lethal device. That is done to make her partners aware, as well as the subject, that a taser deployment will be imminent. During this encounter, however, the officer drew their handgun instead of their taser. I want to say that our hearts are aching right now. We are in pain right now. And we recognize that this couldn't have happened at a worse time. 代志发生了后，在地民众是真生气，抓去路林抗议。尤其是代志发生在明尼苏达州，拄好是去年非裔男性弗洛伊德去互警察吹暗棍死亡案发的地点。这个案件还伫审理当中，想袂到佫发生类似的代志。美国总统拜登呼吁抗议的民众，要保持和平甲冷静。Question is, was it an accident? Was it intentional? That remains to be determined. By a full-blown investigation. But in the meantime, I want to make it clear again, there is absolutely no justification, none, for looting, no justification for violence. 部分的地区因为抗议的行动已经开始变甲乱糟糟。明尼阿波利斯市、甲圣保罗市的市长小连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而且实施宵禁，嘛出动顶部的警察用小型的催泪弹驱离违规的民众。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缅甸军方政变镇压民众手段粗残，去轰掠徛的领袖昂山素基，12个时搁互按一条新的罪名，即卖伊已经有6条罪。若缅甸军方甲网络切断，也毋过即卖缅甸少年家因全印宣传纸办地下刊物流通消息，对抗军政府。缅甸第一大城仰光透早的菜市少年人伫内底行踏，偷偷分发地下刊物，将军政府切断网络，故意将民主消息压落来，发送到市民的手头。监测团体指出，当地已经连续56天网络中断，少年人改用秘密印刷的地下刊物来维持民主抗争的革命热情。伫较严格的房间内，化名叫林丹的编辑，拍电脑写新闻稿、排版加列印，以反乌托邦电影为怪客的打扮。来暗砍身份受访问，表示讲刊物号名叫汽油弹，都是为了吸引少年人。伫面册顶悬影响力已經有3萬人遮濟咯。download version လေးကျွန်တော်တင်လိုက်တဲ့အချိန်မှာလူ9000ကျော် download လုပ်တယ်ပြီးတော့မျိုးမျိုးအနေနဲ့ကလူငယ်တွေကသူတို့ဘာသူတို့ဟို copy ရနေသူတို့ဘာသူတို့ထုတ်ပြီးသူတို့ဘာသူဝယ်ကြတယ်ကျွန်တော်အခုရန်ကုန်နဲ့မန္တလေးဆိုလို့ရှိရင်မန္တလေးမှာလည်း3000လောက်ဝယ်ပြတယ်ကြားတယ်ကျွန်တော်တို့ဒီရန်ကုန်ဘက်မှာကျတော့5000ကျော်ကျွန်တော်တို့。自从军方2月7日政变逮捕罢免昂山素基民选政府以来，民众抗争、军方镇压已经造成700多人死亡，军警拢总逮捕3000多人。通缉的名单顶悬也有差不多180位名人，包括着演艺人员、网络意见领袖等等。那组散布反对军方的意见被判罪，可能要面临3年的重刑。林丹知影家己安尼做的风险，不过未退让。
ဖြစ်လိမ့်မယ်။ဒါပေမဲ့ကျွန်တော်တို့တယောက်ဖန်ခံရတာဖြစ်ကျွန်တော်တက်ခံရတာဖြစ်အဲ့လိုဖြစ်နေမယ်ဖြစ်မယ်ဆိုရင်တော့ကျွန်တော်တို့ကတည်ဆောင်သွားမယ်မိုးလို့တော့ကိုတည်ဆောင်သွားမယ်ကျွန်တော်လူငယ်အများကြီးရှိတယ်ကျွန်တော်တို့နဲ့ချိတ်ဆက်ထားပြီးအားလုံးရှိတယ်အဲ့တော့ကျွန်တော်တို့တယောက်ကြလဲနောက်တယောက်တက်လာမှာပဲတယောက်ကြလဲနောက်တယောက်တက်လာမှာပဲအဲ့တော့ဒီဒေါ်လာရေးအောင်ဒီအထိမိုးလို့တော့ကဆက်ရှိနေဦးမှာ缅甸2012年民主选举进前，经历过半世纪的军政独裁统治，地下刊物的历史真早就有。民权监测组织当明报告指出，这届政变了后，缅甸的独立媒体受到军方的威胁，已经有5间媒体被吊销执照，64个记者被逮捕，其中33人还佫被加禁。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今日国际上抑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拜登甲洛西亚总统普廷第2摆通电话，双方讲乌克兰的局势。拜登即马建议伫第3国举行双边峰会，来关心香港实施国安法了后，要求公务员一定要签署爱国的声明，若无就会互死头路。目前已经有129个公务员从强迫退休。来关心美国反对受训R的声音愈来愈大，伫美国印第安人拍野球的台湾选手张玉成，伫网络顶头反击网友对伊的种族歧视，这是引起媒体关心。来关心已经延一档的东京奥运，伫今年7月份要举行。咱总统蔡英文有专工去国家训练中心鼓励选手。目前奥运的培训队已经有143个人做好预防射。另外，伫今年6月份，咱台湾嘛要举办东京奥运野球6抢1最后一场门票的资格赛。疫情指挥中心嘛即马同意入境来咱台湾的外国选手居家检疫7天就会使。挂喙暗练习羽球国手，为着东京奥运拍拼加油！东京奥运村倒剩100天，总统蔡英文前往高雄国训中心来关心选手。我要代表政府，要谢谢所有的辛苦的选手、教练，谢谢你们用最大的斗志鼓舞了所有的台湾人。穿上国家的制服是重大的责任。正因为这样，政府必须要给大家足够的支持。蔡英文讲，国家会做选手的后盾，希望因全力加油。外界认为讲，台湾有希望得到金牌项目，包括着羽毛球、野动、射箭、体操这项目。不过比赛因为新冠肺炎，延后1年，状况调整手感，这拢是选手爱克服的挑战。今年对选手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没有办法像以往的，就是可以一直出去参赛，然后维持自己比赛的状况。有很多选手是没有比赛，就是要直接准备奥运的。真的备战了很久，也很期待再回到奥运会场上，享受在场上的每一个时刻。截至4月13为止，咱国已经得到体操、射箭等9项运动种类，拢总31项参赛资格。后续还有13种项目当地争取。为了保护选手，已经有143位选手注疫苗。那6月16日，在台湾开始比的奥运棒球6抢1最终资格赛，体育署也已经提出缩短检疫方案。如果国外的选手跟他们的队职员有完成这个疫苗的接种，那也可以在专案评估就放宽他们相关检疫的防疫规则。这位中心表示，原则上会同意入境选手采用居家检疫7天，才开放有条件限制性练习，也会当专案评估。不过，都要甲体育署过讨论了后才有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友邦新闻心国进前才爆发火山大爆发，这民众国不将爱贴伫家园。咱外交部即马有甲新闻心国的大使签署医疗卫生行动备忘录，答应讲咱台湾会伫预防天然灾害、监测、管理在全面提供帮助。提出新查拄签署的医卫行动备忘录，咱友邦新闻心国大使博安卓甲卫福部常务处长赵宗良以及外交部官员等，特别将喙暗摕落来翕相纪念，代表咱国伫天然灾害的防范、监测、管理方面，进一步甲新闻心国分享经验，甲提供协助。可以将台湾过去在防灾方面的相关的经验，那么分享，那么协助我们圣文生国来建立。那么，对于未来的各项的复合性灾害的良好的制度，新闻心国是伫加勒比海峡
是属有火山地形的主岛圣文森，也甲其他32个小岛甲海礁所组成的。1981年甲咱国建构到即马已经40年。主岛北部的苏富瑞火山伫点钟42年后，这个月初9爆发，大量的火山灰、碎石甲气体也一直冲出来，几条千个民众被迫撤离家园。圣文森国大使指出，因长期遭受火山爆发、地动、风台这个天然灾害威胁，感谢咱国持续协助因升级伊的灾害系统，这是建构40年上介好的礼物。We take solace in the fact that the signing of this MOU in this year, 2021, which marks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ou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aiwan, is indicative of a friendship which continues to go beyond a mere alliance. 外交部指出，这个备忘录是头一届跨领域联合卫福部、国合会、国研院甲国际中心这单位共同协助甲检视省国的灾害应变架构，希望会当具体协助甲保障友邦国民。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花莲地检署侦办道路旧火车摆尾代志。拜二伫昨昏是提醒洪秀爱、李义雄甲越南移工阿好，要厘清到底是啥人在使怪手的。另外一方面，代替的包厢当成营造因的财产部分互假扣押，这嘛影响到一寡工程，计共有12项工程受影响。花莲县政府当地想办法。在警方的介护之下，13花莲地检署为看守所就提起阿位李吉祥甲越南籍移工阿好，要调查清楚泰鲁国河事故的案发经过。上次被请回，那这一次是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再厘清吗？身份吗？检方也各团代替公务省地段长甲省林副段长到案说明，要比对相关证词。泰鲁国河弄工停车造成严重死伤，检警甲运安会人员伫现场发现真侪白个单，到底工停车是安怎处理去？卡伫树丛时阵是不是有用怪手甲白单来救工停车？也有关键是啥人操作怪手甲白单，拢是检方要查明的重点。另外，代替桥对李吉祥甲承包代替北回线工程的东兴营造申请假扣押核准，其中东兴营造因为合法院查封财产，下开工程全部拢停落来，其中起到一半的水港公路，互在地人真烦恼。这条唯一对外联络道路，什么时阵才能修好呢？现在就没有人来处理那些路段。那假如说真的发生什么意外，那这谁要去负责？当大门夜市火灾电器也停落来，但凡知影承包商都是东兴营造拢行一条。这个也是东兴的。啊，完了。那对这边的商家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当然啦，像这样没有完成，做到一半的话，那怎么办？花莲县区表示，东兴营造这3年有12件标案，有部分要咧做工程停落来有合约的问题，也袂用凊彩找其他厂商接手。目前正咧研究要如何解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施工下去的话，我们一定要找其他的厂商，那找一些我们府内的采购单位，还有这个法制单位、法律顾问要研究一下。根据县府资料，为2013年到即马，东兴营造得标工程有15.9项，占整体8趴，包含193管道、外环道第1期工程，大把人这次广场部落驛站，拢是东兴营造得标。目前东兴被假扣押的金额有8.2亿。记者综合报道。大甲妈西景进香昨昏是伫嘉义新港洪天宫举办祝寿大典，场面真闹热。也毋过有传出3个民众无细日去互烟火汤着伤，加载龙轻伤。另外，白沙屯马要去北港进香，昨昏是伫中华花坛主驾，今日透早5点的是起驾，上万人参拜，即马5人继续行程。白沙屯马到台中大道即间工厂进驻，信众一路相随。这位信众宋妈妈特别为南部北上，一路对白沙屯马。我一段一段啊，因为他不可能走全部啊，然后我推他也很慢啊。外口也有不少人坐伫涂骹，因为白沙屯马行速度较紧，对信众家庭员工是一个考验。中昼自驾时间3点外钟，信众讲感谢妈祖，还加1点仔时间休困。要偷时间休息啊。怎么说？
就是妈祖不休息，你就要休息，就可以把握时间呐。对，把握时间。第三轮马行程第4天，环桥沿台中海线向上滑行，一路人是客家10通通，因为行程由马祖决定，路线每年拢无同，亲像10支尾海乱桥进入清水火车头，也象征为代替祈福。深受机会甲会团的大甲马拄着，庙方讲也是交予第三轮马来决定。咱别墅的马的迄个它路线，甲迄个拢咱的马祖来注意，是不是小度，我们也不敢决定所有的。大甲马是伫13伫新港奉天宫举办祝寿大典，信众除了祈求疫情早日结束，也仰望天降甘霖。不过有3个人却被落入去烟火烫伤，救护车佫困伫人群当中。欢喜啊！放有空的放烟火啊，歹势。烫伤上细汉的只有4岁，好佳在只是皮肉伤，疫情爱控制，佮加上袂当出国，庙方估算信众人数超过以前，也提醒一定爱做好防疫甲省水。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看稻米是咱台湾人主要的食食。不过都市囡仔大部分敢若看到米伫食饭桌顶的模样，所以即马台中的大安国中就甲农会合作，伫食农教育的时，互囡仔去产地报产种稻啊。一阵学生囡仔甲裤骹比起来，有压力当咧报稻啊，搁一位美国籍的老师嘛对咧种。虽然大家人规身躯拢各加垃圾里落，不过拢感觉真心惜。会跌倒，会陷下去，然后全身就都会是泥巴，不可以浪费1粒米，这样才不会对不起这些农夫。跟学生来，有这种经验是很难得的，我很高兴在这儿。这是台中大安国中甲大安区农会合作的食农教育活动，过去要带学生去种蚵仔、葱仔等等。规划这款活动的目的，就是希望囡仔知影家己食的每一顿饭是安怎来的。未来嘛，一步一步，带囡仔体验农民平常时种植的辛苦。带恁啊来画基种电话，互因报，体验咱古早阿伯人家咧种的这些传统。希望借助这一次的整个食农教育，能够带动孩子对我们农民辛苦的反思，对大自然的一个理解。一粒米100粒汗，透过活动，互囡仔体验因毋捌体验过生活，了解农民的辛苦。校方表示，未来还会规划相关的课程，互学生记录稻仔生长的过程，将台湾人主要的粮食文化了解好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车咧驶的人咧行，路口的行敢无人咧顾？有哦，南投有济志工，就去北投里甲新丰里甲路口的行切好清气，要互大家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为着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国际青商会会员为南投北投里的庆安宫开始来起路口的反光行。这是一个合作甲世界角落7号光的活动，当然5岁囡仔也来到3工。我小朋友他第一次出来擦玻璃，然后擦那个反光镜，哦，那他也是第一次体验，他也很开心，可以服务，做一些服务这样。但是一个小小一个动作，但是它却可以带来安全，包含人民在走路的时候，因为没有反光镜，可能会因为转弯的时候，那可能会有一些小细微的擦撞，甚至人民的安全。那我们可以避免这方面的危害或者是风险。当地居民是真肯定这项活动，里长是表示讲，家行切好清气，用路人也会较安心。就车种来安尼看视线，看有光亮无，就真好啊。就人较袂危险就好啊。是讲落雨，也是讲有迄土沙那吼，因久来就一定拢会较雾啊吼，一寡灰尘拢会卡掉咧。对咱的迄个视线哦，会受一误差。咱若家切落光安尼吼，就感觉讲有帮助安尼。大家真认真咧做这项工作，短短的时间内就完成32个反光镜的清洁作业。这个甲世界角落7号光的活动，为2018年开始举办，今年已经是第4档啊。未来也会继续做守护用路人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湿地甲公园生态拢真丰富，市府按算伫今年要伫2大湿地、3大湿地、2座公园内底倒镜头，要甲影像随时拢会当传去网络顶传，民众毋免出门，就会当伫厝内欣赏到湿地生态，嘛会当加强监控公园。
高雄莲池潭边仔的1月10日9公顷的面积无讲偌大，毋过有400多种的食物。即马佫发现连甲鸟顶100多种的鸟仔。最近市府也伫遮装2支的镜头面对湿地，24点钟将现场的影像传去网站，互民众观赏。注意识别，即摆翕影了后用上传到云端。阮就是讲，安尼唔免买识别的钱，而且伊的话术是很高的，然后随时是有动态的，安尼当随时会当看。1月10日是第一个试办的所在，伫个网站就会看到湿地及时的状况。永康处即摆也咧改装下端的镜头，影像会佫较清楚。除了1月10日，还佫永安家庭啊。即摆看到乌面腊八湿地，今年拢会装。另外，还佫有凤山2个市区大型公园，除了观察生态，嘛佫会加强管理，按算7月就会完工。足侪人讲啊，骑奥多摆，还是讲等本事，还是牵狗啊、乌白迄落炖物件，像阮翕影起来啊，看到因的迄落车牌号码吼，爱当用智慧的一个监控。有一寡较价值的，还是讲较有名的鸟啊。伊若咧做秀，上惊就是啥？人来甲伊的镜头掠去卖啦。所以你若透过这种监测的模式，自然而然这种行为就会被消弭掉。大家就会知影讲，这是违法，这袂使。田乡县先利用科技来监控湿地甲公园，嘛建议若是经费有充足，会针对特殊生物录影监测，会使避免人为干扰，佫较有教育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咱咧遮检菜有8成的产量拢是森林大比这个所在生出来的，毋过这个所在人口外流，劳动人口少，少年人出外去转食。加在即马有一群少年家，对高中开始就伫家己的故乡举办文化营，把故乡当作教室，自细汉建立对故乡的认同。公司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节目下午10点，带乡亲咱做伙来去森林大比行行咧。自细汉就伫森林大比大汉的王如轩，知影农村教育资源的欠缺。15岁时，就用家己的英语专长和朋友做伙办英语营队。但是后来因为阿嬷意外过身，互伊意识到台语和文化流失。因为阿嬷的离开，互我发现讲，阮厝内的人渐渐无爱讲台语啊，也是讲拜拜的时阵要安怎传承礼，这个物件，这个礼数，其实阮真正毋是足了解的。因为感受到危机，创办多语文化营，要重建台湾一地当时的语言甲文化。因对2016年坚持到今，营队的成员也拢已经出国读大学。不过因为对故乡的爱，互因逐年寒暑假拢倒转来到大比。我们这间店大概有80几年的历史。这阵囡仔真正互我足感动的啦！伫个高中这个年纪有家己的想法，甚至讲伊愿意去付出伊家己的时间。对，落来带这囡仔熟悉咱的故乡大比安尼。为着要互囡仔更加了解家己成长的所在，也对嘛，甲囡仔带入社区，要建立囡仔对家乡的认同感。大家有没有看过？上重要是希望讲，因来这个文化营队以后，转去了后，无阮以后，伊会阁想要去了解台湾这个土地文化，去熟悉家己的土地，熟悉家己的家乡。营队总是有结束的一天，要伫在地做古董的陪伴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但是多语文化营相信，若是会当培养囡仔有一粒关怀土地的心，未来凡事会当正做推动地方进步的力量。记者卢尚如、林建如、福林采访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第5届健保会委员的名单，4月初9时已经对外公布，同款无基层的1号代表，这是引起基层的不满，打算要推动修法，要改变万年健保会的状况。大家你们有把声音表达出来哈，那我想部长会听得到，会看得到的。今年2月，医疗产业相关工会去健保署申请，希望改变每届名单拢相像的万年健保会，而且互基层医护人员嘛有参与健保会的机会。迄时阵，健保署长李必忠表示，会向卫福部反映这意见，就会有改变的机会。不过最近新的健保会委员名单公布。医术人民团体批评这份名单要是换汤无换药。这份名单里面，他那个医疗服务提供者没有任何的那个劳方代表，没有任何劳工代表，比如说工会、医院的工会，
或者是说医疗人员的产业协会。7500亿的健保预算是由健保会来决定要安怎开。联名表示，名单内底大部分拢是资方代表甲政府代表，基层的声音永远是无法度入去健保会。医护环境对基层来讲是愈来愈血汗，医疗品质就会愈来愈歹。因已经连续2届来甲卫福部讲这件代志，但是一直拢无得到解决。目前所有的关于费用的拟定，以及费用的支出、费率的上涨部分，这些委员的名单在健保署上，第一完全没有办法完全看到。必须从历届的议事记录里面看到，所以要去整理那个委员名单其实不容易。那第二个就是所有的那个共拟会以及健保会的会议都采纸本没有办法进去旁听包括记者或者是民间团体，如果要进去的话它程序非常的困难。联名有提出修法草案，内容包括健保会会议要开放旁听甲采访，组成委员嘛应该由行政院长来提名，甲立法院同意，而且比照立法委员做每年的财产申报。联名表示，会找相关立委来合作推动修法，来改变万年健保会的状况。社会保险署讲，医疗相关工会若要加入健保会，会使以被保险人代表的身份来加入。但是健保会表示，法令有规定，被保险人代表袂使是医师服务提供者。医疗相关工会若要加入，是爱来修法。记者郭碧君、陈保罗台北报道。咱全台湾头一台赛地要赛地市区的自动驾驶公车，这个月15要伫高铁新竹站附近试行。假使一切拢正常，按算8月份开始要提供载人客服务，若明年3月份就要正式乘坐新竹市区的公车。未来公车就亲像这款模样，变做无人的自动驾驶车，透过车顶的8粒感测器、甲智慧装置，提升安全性。万一拄到状况，会使马上自动停落来。台湾摩托车很多啊，这一点是在这个先进国家很稀少的，所以很多这个我们在台湾所训练出来的这个人工智慧的模型，在其他车流比较混杂，尤其是东南亚其他国家摩托车比较多的国家，我们会有相当大的优势。这届较特别的是，利用车联网技术结合路测系统整合通讯，又搁车行顶设施来提升安全性。另外，智慧单车的灯啊，会使侦测单车的人是多啊少，随时调整出车。车流的一个混流的一个情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我们是比较郊区或者是公车的专用道。那我们这一次是真正导入在真正的这个混流的这样一个车道里面去做一个自驾的一个运行。新竹县自动驾驶公车计划拄开始是以无载人客，逐工对暗时10点到隔工返点1点做测试，后期换做早起测试。若是顺利进行，续来才会开始载人客。上下阶段就是市区公车实际营运。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镜头来国外来关心墨西哥西南部的山区有一寡庄仔头，最近这几天因为毒品集团来遮占地盘，当地村民保代保志会互掠去，不就是互攻击，所以当地人要自救，有组武装自卫队，连6岁囡仔拢爱牙枪接受军事训练。这款画面一见光，互国际社会拢看一条。一个口令节动作，这囡仔真正侪拍伫涂骹练习放靶动作，再去伫教练的指导下到野外实弹射击。因内底年岁上细只有6岁。墨西哥西南部的格雷罗州16个山村的村民去年组成这个守望相助的自卫队，互囡仔也提倡保卫家己的家园。因为格雷罗州是墨西哥生产罂粟甲海洛因的交易中心。毒枭帮派想要掌控这个山村，常常暴力攻击村民。去年1月到10月角手，在表演结束了后被攻击死亡。囡仔去读册也互人绑票失踪，村民指控政府拢无作为，才会武装起来自力救济。El grupo delictivo de los ardillos pues, secuestraron a mis seres queridos. Sí, por esa forma y pues en los caminos, pues si vas desarmado, pues te secuestran y pues, 这个囡仔自卫队伫国际媒体报道了后，各界真着惊。不过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煞谴责遐武装囡仔大人利用囡仔亲主义，爱为家己举动感觉见笑。村民认为总统根本无了解状况。Entonces, si el gobierno ve que es malo preparar a los niños, ¿por qué no
no lo cuestiona al grupo delictivo que traen muchos niños de secundaria ya con armas de alto calibre。嗰日罗州市墨西哥暴力上严重地区之一，村民强烈怀疑当地警察根本是贩毒集团的内部，因被迫提请自保，也显示政府无法度伫扫毒问题上保护人民。公司新闻将回应评论。来关心非洲肯亚有几哪只强要坐证出现几支的螺丝灯暗落，去年因为上大雨，掉伫一座小岛。动保团体全起船用5个月时间，把9只灯暗落救出来。另外，伫阿根廷，保育团体是去抢救12只营养不良的麦哲伦徛鹅，帮助因恢复健康，回去大海。人啊拍开10几只麦哲伦徛鹅，摇摇摆摆向海边行。南美洲阿根廷的保育团体顶礼拜3也放12只麦哲伦徛鹅，分因各回去大海。麦哲伦徛鹅是温带徛鹅，原本唔惊寒，因到海中找物件食。暗过动物团体所伫的海坡顶悬发现12只营养不良、佮无毛行动寒的徛鹅。Estos animales presentaban cuadros que tenían que ver con la desnutrición, deshidratación y algunos de ellos con problemas de muda. O sea, ese recambio anual que hacen los pingüinos del plumaje se había visto interrumpido por distintas razones, fundamentalmente por la falta de determinados nutrientes, y dejaban a los animales virtualmente sin la cobertura de plumas necesaria para poder soportar las frías aguas del mar, ¿no? 好家在伫兽医甲营养学家的饮食治疗了后，拢恢复健康，顺利换毛，因搁伫冰冷的海水当中受水。伫肯亚是完成一场5个月拯救基林鹿的大作战，将基林鹿救起特制大型平底船，搁用船仔来解拖。这项亲像诺亚方舟的救援任务，为去年12月就开始。当时肯亚西部巴林戈湖一个小岛，因为大雨水涨起来，恐要淹去。岛顶悬的基林鹿随时有生命危险，为了救基林鹿，当地政府组织甲动保团体拢想办法将基林鹿围岛上一只一只解运出来。Last year was our first translocation. That is 3rd December 2020. It's been like a 5 months process, and I'm happy that today we are finished translocating the 9 giraffe successfully. 这计划伫这个月初9完美结束，9只基林鹿全部救出来。被救的都是基林鹿，目前是强要绝种。肯亚只剩800只，动保团体将因放伫保护区，或者保育动物伫遮安心生活。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辑。天气报你知，做伙关心，今日开始到拜五，咱会受东北季风影响，伫北部、东北部会转淡冷，温度会降10度左右。另外，轻度的风台苏力基已经形成啊，上晚近咱台湾的时间会是伫后礼拜1甲后礼拜2，不过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接落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8度。外岛是15度至2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